面对国际新形态的资讯安全威胁，响应政府的主案，就是国安的战略宣示。由着教育部技术加职业教育署，透过建立区域产业人才加技术培育基地计划，补助省代打造关键基础设施、主案人才加技术培育的基地。29号上午，伫个省代计算机加网络中心正式来揭牌。请揭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祝福关键基础设施资安人才及技术培育基地正式开幕。配合我们蔡总统当初4年前的政见，我们教育部有从2011年起就推动建制区产业人才及技术培育基地计划。那这个计划是4年那投入24亿元，要协助大专校院设置20座的重点人才培育基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核定18，今年还会再核定这个至少2个所以我们会把它达成那当然在这里我们的成功大学的关键基础设施、资安人才及技术培育基地就是非常重要。其实这个基地还被行政院指定的留住人才在我们的最关键的前线。那油水电呢，又是国家里面最重要的生命线尤其是遭受到很多资安的这个挑战这个油水电的部分一定是要守得最严密、最关键，才不会受到其他的这个侵害这个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维运，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至为重要该计划由着省大校长沈梦如亲自来主持，为连接产官学的资源，提升跨域实务的教学能力。成功大学嘛甲几间的大专院校、法人单位、国营企业来合作，建立包括油、水、电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教学基地，加资安实证的场域。大学就是整个是人才培育的基地，那这个是治安人才，那个是碳中和人才，我们就把人才做好。第二个，做这些事情都要场域才能各式各样的 scenario 才能操作模拟，才能去做这个事情嘛。第三，我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这都是国家的资源，高等教育有一定它的公共性，一定要配合周遭的学校，包括高教，包括技职体系，中南部还有要拓展到，但恒春没有学校到屏东等等，这种话把它串起来，大家一起来利用这个基地，好去做好这件事情。上午出席揭牌，包括教育部政务处长刘梦琪、数位发展部的政务处长李怀仁，以及国营事业台电、中油加自来水公司农油董事长加总经理亲自来出席，希望未来共同培育民生能源的资安人才，提升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资讯安全实践的量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